大家好啊，又係我香港人在福岡嘅社長 Benjamin。最近日本有一款合味道，真係熱到連我哋屋企附近都唔容易買到。去到8月，香港亦開始有人搶住買，成為今個夏天幾多人討論嘅限量新品。最特別嘅地方就係呢款杯麵完全唔使用熱水，由雪櫃拎出凍水倒入杯入面，等5分鐘就可以食。相信好多人第一個反應都係杯麵唔係應該用熱水沖嘅咩？點解突然可以用凍水？但我查資料嗰陣，反而發現一件更加有意思嘅事。原來今次冷水版只係杯麵故事最新嘅一章。要明白佢點解會出現，其實要由50幾年前講起。1971年9月18號，日清食品推出全球第一款杯裝即食麵，亦就係今日大家熟悉嘅合味道。當時最特別嘅地方，唔單止係將即食麵放入一個杯，而係連容器、沖泡同食用方式都一次過解決。你唔需要準備煲，亦唔需要另外揾碗，只要有熱水就可以快速食到一餐。對當時生活節奏越來越快嘅日本社會嚟講，呢一種設計非常方便。慢慢地，杯麵亦由一件新奇商品變成日本便利店、超市、公司茶水間同家庭櫥櫃入面非常普通嘅食品。去到2026年，合味道亦正式踏入推出55週年。不過，杯麵後來喺日本人生活入面，慢慢又多咗另一個角色，就係家庭防災備蓄。日本經常面對地震、豪雨同颱風，所以防災唔單止係準備電筒或者急救用品，食物同飲用水一樣重要。日本農林水產省一直推廣一種叫做 rolling stock 嘅做法，中文可以理解成輪替式備蓄。簡單講，就係將平日本身會食嘅食品多準備少少，食咗之後再補返，咁既可以減少食品放到過期。真正有災害嗰陣，屋企亦自然會有一批自己熟悉嘅食物。杯麵就係其中一個好容易理解嘅例子。不過問題嚟啦，假設真係有一日發生大型地震，屋企突然停電，燃氣又停，電熱水壺用唔到，爐頭亦開唔着。你打開櫥櫃，明明仲有幾杯杯麵，安全飲用水亦有，但偏偏就係冇熱水，咁點算？原來日本官方真係有人認真試過。2018年，日本警視廳災害對策課就以災害發生之後冇辦法準備熱水作為情景，實際測試普通杯麵。工作人員將水直接倒入杯麵，再等大約15分鐘，睇下究竟會變成點。結果打開之後，麵條雖然比平時用熱水沖稍為硬一啲，但已經吸收到水分，味道亦有滲出嚟。實際試食之後，已經去到可以食用嘅程度，甚至有人形容感覺有少少似食冷拉麵。呢個實驗最有意思嘅地方，唔係叫大家平時特登用凍水食杯麵，而係提醒大家，如果真正發生災害，屋企有安全可以飲用嘅水，就算一時之間冇電、冇火、冇熱水，平時熟悉嘅食品，原來可能仲有另一種應急方法。不過呢個位一定要講清楚，15分鐘係當時警視廳實測嘅參考，唔代表所有品牌、所有杯麵都一定15分鐘就可以。平時正常食普通杯麵，仍然應該按照包裝指示用熱水處理。呢個方法應該理解成災害時無法取得熱水之下嘅應急選擇。更加有意思嘅係，去到2026年，日清又由另一個完全唔同嘅方向重新思考杯麵係咪一定要用熱水。今次出發點唔係防災，而係日本越來越炎熱嘅夏天。今年7月20號，日清正式推出品牌史上第一款冷水專用合味道。呢一款產品足足開發咗5年，而且連麵條本身都重新設計，專門做到用雪櫃凍水亦可以浸軟。做法非常簡單，只要加入凍水，等5分鐘就可以直接食，唔需要熱水，亦唔需要另外加冰。今次一共有2款味道，一款係香辣泡菜味，另一款係雞鹽檸檬味。兩款口味都明顯朝住夏天清爽凍食嘅方向設計。日清亦表示，近年日本持續面對酷暑，凍食需求增加，所以先花5年時間重新研究杯麵係咪一定要熱食。所以普通杯麵用水等待15分鐘，同今年新款用凍水5分鐘，其實係兩件唔同嘅事。普通杯麵嗰邊係警視廳從防災角度做嘅應急實驗，今年新款嗰邊就係日清因應酷暑，由產品設計角度重新開發嘅正式冷食版本。兩者之間目前冇資料證明有直接因果關係，但將兩件事放埋一齊睇就幾有意思。50幾年前，杯麵解決嘅問題係方便，只要有熱水就可以快速食一餐。後來日本長期面對自然災害，大家開始研究平日食品去到無電無火嘅時候仲可以點樣使用。而去到今日，日本夏天越嚟越熱，食品公司又再問多一次，如果連熱水都唔想用，杯麵仲可以點樣重新設計？同一杯麵，由方便食品
到家庭被束，再去到今日正式出現冷水版本，背後反映嘅其實係一種非常實際嘅生活思維。真正嘅防災，亦唔係日日提醒自己災害有幾可怕，而係將準備放入平時生活。屋企有安全飲用水，有自己平日會食嘅食品，知道停電之後有咩做法，亦知道冇熱水時仲有咩選擇。呢啲睇落好普通嘅生活習慣，真正有事嗰陣，先會發現原來幾實用。所以今次呢款冷水盒味道最有趣嘅地方，唔止係凍水5分鐘，佢反而令我哋重新留意到，一杯平時再普通不過嘅杯麵，背後竟然可以連住日本幾十年嘅便利食品文化、家庭備蓄觀念同災害時嘅生活智慧。移居日本亦一樣，真正理解日本生活，唔係見到日本人點做就全部照跟一次，而係慢慢明白點解屋企會準備飲用水，點解政府會提倡 rolling stock， 甚至點解連一杯普通杯麵都有人認真研究冇熱水時可以點處理。當我哋明白背後原因，好多原本覺得日本人點解連呢啲都研究嘅事情，就會慢慢變成一句原來呢啲全部都係一次又一次生活經驗慢慢累積出嚟嘅智慧。真正融入一個地方，好多時唔係由一件大事開始，可能就係由了解一杯杯麵背後嘅故事開始。我哋係住喺福岡，紮根日本第8年嘅香港人，在福岡平時會同大家分享福岡生活、日本文化、美食、旅遊同埋一啲只有住喺當地先會留意到嘅街坊資訊。除咗生活分享，我哋亦係福岡在地持牌不動產團隊，目前管理緊大約400個物業單位，亦會不時分享買樓、家居翻新同物業管理嘅實際工作日常。如果你鍾意用香港人角度了解真正嘅日本生活，記得 Like、Share 同 Subscribe 香港人在福岡。我哋下次再一齊發掘日本生活入面更多有趣嘅文化同故事。下次見，拜拜。